好啦，咁跟住落嚟同大家講下外匯市場啦。外匯市場我哋可以叫做 FX market 或者 Forex market，係全世界最大嘅金融市場。因為點解呢？佢係24小時運作啦，冇一個特定嘅交易地點嘅，多數喺場外進行嘅。OK，咁講下貨幣嘅兌換率或者叫匯率啦。其實匯率呢，就係一種貨幣對另一種貨幣嘅價格，可以叫做匯價啦、FX rate 啦或者 exchange rate 嘅。OK，咁喺外匯上面呢，有兩個市場嘅，一個係現貨市場，即係講緊而家去兌換外幣咁叫現貨市場啦。另外一個就叫做遠期市場，即係定喺一個未來嘅日子，可能係3個月後，可能係1年之後去兌換外幣。咁所以現貨市場同埋遠期市場嘅匯率呢，係會有唔同嘅。OK， 好啦，咁跟住我哋落嚟呢，就講下交叉盤啦。所謂交叉盤呢，就係講緊一啲貨幣嘅匯率嘅報價。咁一般貨幣匯率嘅報價就會用美元作為其中一種單位嘅。OK，即係可能係美元對歐元、美元對英鎊、日元對美元、美元對日元、澳元對美元、美元對日元。你經常經過一啲外幣嘅投機嘅鋪頭，好似英皇信匯呢啲，你就會見到嗰啲外匯嘅報價通常係會以美元嚟做單位嘅。但係有啲時候呢，有一啲匯率呢，都係唔會以美元嚟做單位嘅。譬如係乜嘢啊？譬如係港元對日元、歐元對英鎊、歐元對日元。咁喺左手邊同埋右手邊個單位都係冇美元嘅話呢，我哋就叫佢做交叉盤啦。OK， 其中一種我哋今日會講嘅交叉盤呢，就係港元對日元。咁你可以睇翻右手邊嘅資料呢，就試下揾下港元對日元嘅交叉盤個匯率係幾多先。我哋右手邊有咩資料啊？我哋有美元對港元嘅匯率啦，就即係話1蚊美元呢就可以兌到幾多啊？7個7毫7港元。又見到美元對日元嘅匯率，即係1蚊美金可以兌到110.9個日元。咁即係換言之呢，7.771嘅港元呢就可以透過美元呢換到110蚊9毫嘅日元。咁所以呢，理論上呢，7.771嘅港元呢，理論上就係等於110蚊9毫嘅日元。咁所以港元對日元嘅交叉匯率呢，就係7.771對110.9。咁我哋唔想要我哋左手邊要維持係1嘅，永遠我哋左手邊要維持係1嘅。OK， 咁所以呢，我哋得出嚟嗰個交叉匯率呢，就係110.9除以7.771，咁就即係話1蚊港元可以兌到14蚊.271嘅日元啦。OK， 如果我哋想用日元兌翻港元，咁又點計呢？咁我哋頭先睇到啦，係港幣值錢啲定係日元值錢啲啊？既然1蚊港幣可以兌到14蚊日元，咁梗係邊個值錢啲啊？梗係港幣值錢啲啦。咁如果我哋想用日元兌翻港元，又點計呢？同樣啦，我哋調翻轉，將110蚊9毫嘅日元就兌翻7.771嘅港幣。咁你將7.771 over 翻110.9，你就得到0.07007啦。就即係話只係需要用翻0.07007嘅港幣呢，就可以兌到1個日元啦。又或者1個日元呢，只係兌到0.07007個港元啦。OK， 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以前嘅貨幣呢，大部分嘅貨幣呢係同黃金或者白銀掛鈎嘅，即係一個嗰個國家嘅貨幣譬如大清國嘅
元，咁係基本上可以兌翻白銀嘅，基本上可以兌翻白銀嘅。咁但係自從兩次大戰之後呢，好多國家都洗腳唔抹腳，於是個個國家都濫印銀紙，於是呢就入不敷支，於是呢佢印咗啲銀紙之後呢，就冇辦法俾啲黎民百姓換翻做白銀或者黃金，於是就索性大部分國家呢都放棄咗金本位制度啦。咁就即係話現實嘅貨幣呢係冇辦法兌換翻黃金噶啦。OK， 咁所以大部分國家今時今日都係採取一個浮動匯率嘅制度。OK。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匯率制度啦。咁乜嘢叫匯率呢？其實就係一個貨幣對一個貨幣嘅價值啦。咁記住啦，匯率制度唔同國家係有唔同嘅匯率制度嘅。咁成日報紙報嗰啲日元升跌，日元升跌，咁日元成日都升跌噶啦。咁你覺得日元係浮動匯率、固定匯率定係聯繫匯率啊？梗係呢個浮動匯率啦。咁如果係一個浮動匯率嘅國家，最重要影響貨幣嘅因素係乜嘢啊？第一，一定係個市場嘅供求，睇下有冇人需要呢個貨幣。如果好多人去日本旅行嘅，好多人需要呢個貨幣咯，咁日元咪會升值咯。OK， 最主要係個市場嘅供求。咁第二啦，除咗市場嘅供求之外，如果突然間大上大落，政府會唔會干預啊？譬如而家日元好強喎，咁所以日元個政府，日本嘅政府呢，日本銀行呢，就採取一個負利率嘅政策。希望日元弱啲啦，所以政府都係會干預嘅。咁通常政府會點樣干預啊？喺一個浮動匯率嘅國家，就係透過買入貨幣同埋賣出外貨幣啦。OK， 咁第二就係除咗呢個浮動匯率之外呢，有一啲叫做固定匯率嘅。咁固定匯率係乜嘢呢？就係由一個政府或者個中央銀行去定一個匯率，定死咗噶啦，定咗出嚟，所有人買賣都要依據呢個匯率噶啦。OK。咁但係你想用呢個匯率買賣啫，個市場想唔想用啊？未必一定想用噶，所以喺呢個情況就會有機會有黑市啦。咁政府需唔需要影響匯率啊？唔需要啊。點解呢？因為佢永遠都係定死咗噶嘛，咁所以根本就唔需要干預嘅。咁如果唔需要干預，但係又唔想個黑市變得太大、變得太快，咁樣點樣做啊？就係實施一啲貿易嘅管制啦、外匯嘅管制啦。去控制個匯率一定同官方嘅目標係一樣啦。OK， 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係聯繫匯率嘅機制啦。其實聯繫匯率呢，就係固定匯率同埋浮動利率嘅混種嚟嘅。其實佢就由政府或者一啲中央銀行呢，透過市場供求，再加上一隻外幣呢，去決定一個貨幣嘅價值嘅。好似港紙咁，其實就掛咗美金噶啦。咁當市面上好多外國人嚟香港買資產，或者佢好多外國人需要嚟香港去消費，咁咪會令到好多人需要呢個港幣啦。喺呢個情況下，港幣就有機會短缺噶咯。咁於是個政府或者個金管局啦，就會賣翻一啲港幣出市面，供應出嚟市面啦，去維持港幣對美金維持喺佢固定嘅水位，即係7.75去到7.85之間。咁所以由於個金管局要固定翻港幣對美金嘅價值呢，所以佢都係會透過買賣貨幣去維持個匯率係接近佢官方嘅目標嘅。OK， 咁香港自古以嚟呢係行緊銀本位制嘅。之後有短暫嘅時間同英鎊掛過鈎，之後同美金掛過鈎，亦都試過浮動制嘅。但係喺1983年，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嘅談判，令到大部分人對香港呢個市場冇信心，所以當時港幣係貶值得好犀利，物價係飛升嘅。所以自從當時開始呢，香港呢就採取咗一個叫聯繫匯率嘅制度，將港幣嘅價值呢就同美金掛鈎。咁金管局呢就承諾，如果港幣貶值變得太犀利，跌到去7個8毫半呢，佢就會入市干預，買入港元賣出美元噶啦。調翻轉，如果港元強得大滯呢，金管局就會沽港元買美元啦。OK， 咁同大家重溫少少香港嘅貨幣發行局嘅制度啦。如果香港有資金流入，對港幣嘅需求就會增加，於是港幣嘅匯率就會變強。一般嘅銀行呢，就要喺貨幣發行局度呢，就要買翻啲港元，然後用一啲美元去換貨幣發行局嘅港元啦。
咁所以港元嘅基礎就會擴張，令到港幣嘅利率下降，抵消咗資金流入嘅影響。OK， 咁資金流出香港嘅話呢，調翻轉亦都係一樣啦。香港嘅港幣嘅需求就會減少，於是港幣嘅匯率就會變弱，於是銀行呢就要買翻啲美金啦，同貨幣發行局。咁佢用咩去買啊？用港紙去買咯。咁於是市面上流通嘅港紙就少咗，嗰個貨幣基礎就收縮咗，令到港幣嘅利息上升，抵消咗資金流出嘅影響啦。OK。歐元嘅誕生咧係基於歐洲共同體喺1991年12月簽署咗一條叫做馬城條約。呢一條馬城條約咧就建議各個成員國咧就設立一個單一嘅貨幣，而喺1998年咧歐元就誕生咗啦。咁就喺歐元區入面廣泛咁使用。OK， 咁歐元咧就係由歐洲中央銀行去管理嘅。咁佢哋作為一個整體咧就會支持歐元。咁每一個成員國咧都要控制嗰個稅收同埋政府嘅支出，令到通脹同埋通縮唔好太犀利。亦都應該咧嗰啲共同體嘅成員政府，譬如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呢啲咧，理論上個赤字唔應該超過 GDP 嘅2%，政府嘅債務咧亦都唔好超過 GDP 嘅6%。但係事實上有冇人係咁做啊？梗係冇啦，所有政府都係洗腳唔抹腳噶嘛，所以咪有歐元嘅危機咯。OK。咁外匯市場嘅架構係點㗎？記住外匯市場咧係冇一個特定嘅地點交易嘅，佢哋全世界都可以買賣嘅。譬如你可以打去英國買賣，英國人又可以打去倫敦，喺倫敦打去東京買賣，冇問題嘅。外匯市場係國際化嘅。OK，而家基本上咧係冇一個正式嘅交易時間嘅，24小時都可以買賣嘅。OK，而且咧無論係零售或者批發市場咧，都可以用電話或者係電腦網絡去買賣嘅，所以外匯咧基本上由於佢係冇一個特定嘅交易地點，冇一個特定嘅交易時間啦，個通訊好流動啦，而且有大量嘅買家賣家嗰個流通性好高嘅產品喺全世界咧亦都可以買賣到嘅，咁所以外匯市場咧係接近係一個完美嘅市場嚟嘅，呢一點要留意，因為點解資訊好多買賣家好多。價格好流通產品亦都好流通，所以外匯市場係近乎完美嘅。OK， 咁外匯市場有兩種參與者啦。最主要嘅第一種就係炒賣嘅人啦，我哋叫投機者，佢哋冇相關嘅對沖活動嘅，佢哋純粹希望喺外匯買賣入面獲利嘅。OK。咁對沖者同投機者唔同呢，就係話對沖者本來可能已經有啲同外匯交易相關嘅交易啦，譬如話我喺外國做生意，可能要俾啲外匯出去或者收翻啲外匯，咁我哋就要透過外匯交易去對沖我哋嘅風險，或者支付我哋個貿易嗰個需要嘅金額啦。OK， 咁外匯市場有咩參與者呢？喺零售市場就有啲普通嘅人啦，普通人去旅行都要買賣外匯噶啦。咁公司啦、基金經理啦、金融機構啦、經紀啦、中央銀行啦，呢啲都係市場參與者嚟嘅。OK， 咁我哋首先講一講零售市場先。一般嘅普通百姓去外國買嘢或者交學費、買樓都需要用到外幣噶啦，所以金額可大可小。不過比起公司同埋機構嘅市場固然係少啦。OK， 咁佢哋亦都可能做一啲投機買賣嘅。譬如你喺街度見到嗰啲信匯英鎊咁佢哋都有機會用借錢去做呢個外匯交易嘅。咁所以基本上呢，零售市場嘅外匯呢，嗰個成交額係好細，但係成交量好大，因為人數多嘛。即係話每一宗交易個銀碼好細，但係由於人數多，所以個量都唔細嘅。OK， 咁零售市場就係講緊普通散戶或者普通人啦。OK， 咁點解公司要買賣外匯呢？因為公司要進行好多國際嘅貿易嘅，如果你想買外國嘅貨，可能你咪要俾外匯人哋去買貨咯。如果你賣嘢俾人嘅，咁賣嘢嘅時候你又咪可能收到外匯咯。OK， 咁所以無論進口或者出口，你都有機會接觸到外匯嘅。呢個都重點啦。第二件事啦，有啲公司咧要定期買賣外匯，點解？因為外國嘅收入或者支出啦，有機會影響到佢盤數噶嘛。咁如果佢想盤數係比較穩定啲嘅時候，佢咪會定期買賣外匯咯。
咁譬如麥當勞，可能佢有超過一半嘅生意額都唔喺美國做嘅，但係佢唔想外幣嘅升跌影響得佢盤數太緊要唔想波動得太緊要嘅時候，佢咪可能提早做一啲相關嘅對沖交易去令到佢收到嘅錢同埋要俾出去嘅錢係比較穩定啲咯。OK，咁點解要咁做啊？就係消滅或者我哋咁講啦，減輕佢個外匯嘅風險啦。OK，咁基金經理又點解要買賣外匯呢？嗱，基金經理可能會買股票、債券、物業、衍生工具嘅。咁買賣呢啲外國嘅股票嘅債券、物業同埋衍生工具嘅時候呢，有可能需要外幣去付款啦，或者收翻啲外幣翻嚟嘅。咁如果佢唔想呢啲付款同埋收款影響得佢盤數太緊要呢，佢都有機會要進行對沖去減輕呢個外匯嘅風險嘅。OK，因為匯率變動咗，譬如話而家脫咗歐啦，英國嘅資產貶值啦，咁如果佢提早對沖咗嘅，咁而家英鎊個資產貶值對佢嘅損失咪會細啲咯。或者佢哋有好多外國嘅收租嘅物業收緊歐元租嘅，咁如果歐元跌得太犀利嘅，咁如果佢哋提早對沖咗歐元嘅風險，咁歐元嘅下跌對佢哋嘅損失咪會少啲咯。OK，咁金融機構又點解要買賣外匯呢？其實叫得金融機構，佢乜都會做噶啦。譬如係乜嘢投資證券、房地產，向境外嘅辦事處收款付款，為附屬公司提供資金，代表客戶買賣外匯。投機提供流動性基本上出糧俾人又好，幫個客戶買賣又好，好多嘢都會用到外匯嘅。咁既然好多嘢都要用到外匯，你想穩定啲咁點都係要對沖咯。咁所以都係要買賣外匯咯。OK， 咁外幣嘅經紀又點解要買賣外匯呢？外幣嘅經紀係做乜嘢噶？幫客戶買賣同埋自己投機噶嘛。咁所以佢既然要代客買賣，佢自然要買賣噶啦。OK。咁你記住啦，而家經紀越嚟越電子化噶啦，比以前更加有效率噶啦。好多經紀都有網上嘅平台，唔一定要靠打電話噶啦。OK， 咁中央銀行又點解要買賣外匯呢？因為中央銀行可能係代表緊政府做一啲外匯嘅交易，或者幫一個政府管理緊個外匯儲備嘅，所以佢一定要買賣一啲外幣或者外匯嚟維持利率同埋匯率嘅穩定。亦都可以控制到個外匯儲備唔好太高或者太低嘅。OK， 嗱，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衍生工具啦。嗱，衍生工具你聽個名好似好複雜，其實你唔係好複雜嘅啫。所有衍生工具都係零和遊戲，即係一個贏一個就輸邊個贏嗰方嘅獲利就必然等於另一方嘅損失。所以其實所有衍生工具一字記之曰，其實係一份對賭合約衍生工具，所有嘅衍生工具都係對賭合約。OK， 咁所以買方同賣方嘅觀點咧一定係唔同嘅，一個買升，另外就一定要買跌噶啦。OK， 記住衍生工具係一個對賭合約，一方嘅獲利必然係另一方嘅損失嚟嘅。OK。咁衍生工具既然係對賭合約啦，佢有咩功能先？嗱，衍生工具咧可以用嚟風險管理嘅譬如你想鎖定未來嘅價格，規避未來價格變化對你嘅不利影響。OK， 咁即係話你譬如你係做緊一個生產商嘅，你做緊一個工廠嘅，石油價格上升可能對你係不利，令到你成本上升嘅，於是你就提早買定啲石油。等佢唔好咁貴嘅時候買定啲石油，到時貴咗都影響唔到你啊嘛。咁但係你就買石油升啫，你個對手係咩買石油跌噶咯，係嘛？咁所以你嘅對手其實係同你對賭緊，只不過佢認為油價跌，你認為油價升啊嘛。咁所以先至做到呢個風險管理嘅效果嘅。OK， 咁衍生工具除咗用嚟做風險管理之外，咁可以用嚟降低借貸成本啦。咁即係話點解可以用嚟降低借貸成本因為一個賭緊利息升，另一個賭緊咩利息跌啊嘛。咁點解你可以用嚟降低嘅借貸成本你而家借定筆錢先，你買定個利息先升，會升先。咁你個對手買緊乜嘢咪買緊利息跌咯。OK， 咁第三啦，提高靈活性。咁有得俾你對賭有得俾你買升買跌，你自然做交易嘅時候容易咗對沖，咪容易咗提高你交易嘅靈活性咯。OK， 咁譬如話我而家淨係想買500擔穀或者我想買500桶石油
咁但係我未來嗰個人，我個對手會交1000桶俾我喎，咁我而家咪先賣定500桶出去先咯，咁我都可以減少我個貿易嘅成本咯，或者我可以增加我嘅曝光咯，總言之有衍生工具呢一樣嘢呢，我哋做交易就更加靈活，更加容易對沖到，管理到我哋嘅風險啦，起碼本書可以咁講啦。咁但係最重要衍生工具係乜嘢啊？可以用嚟投機俾大家賭錢啊嘛。咁金融機構就係幫大家賭錢噶嘛。OK， 嗱，我俾一個對沖風險嘅例子大家啦。嗱，如果有一間豆奶生產商維生奶就認為黃豆嘅價格上升，咁將會增加呢嗰個成本嘅。如果冇對沖嘅說話，黃豆價格上升，維生奶嘅成本會點啊？嗱，如果維生奶冇對沖，將來就要用更高嘅價錢嚟買黃豆啦，所以黃豆價格嘅升幅呢，就增加咗維生奶嘅成本啦。呢個就唔需要解釋啦，係嘛？如果呢個豆奶生產商維生奶呢認為呢個黃豆價格上升，咁亦都會增加佢嘅成本啦。但係今次佢做緊啲咩啊？佢買入咗黃豆期貨對沖，佢已經買咗啲黃豆啦，先買未來貨。咁如果黃豆價格上升，維生奶嘅成本會點啊？咁如果黃豆嘅價格下跌，維生奶嘅成本又會點呢？記住，因為維生奶已經提早咗買入呢啲黃豆嘅期貨，喺期貨到期嘅時候呢，維生奶係會收到一批黃豆嘅，而呢啲黃豆嘅價錢呢，喺佢買入呢個期貨嘅時候呢，已經定咗落嚟啦，所以黃豆價格嘅升或者跌呢，對維生奶已經冇影響啦。OK。咁所以你記住，我哋凡係做緊對沖，就係驚乜就買乜。如果你驚黃豆升，就買黃豆期貨升。OK， 咁我又俾到個對沖風險嘅例子你啦。廖生呢就係一位黃豆農夫，就種好多黃豆嘅。如果黃豆嘅價格上升，廖生嘅收入會點？如果黃豆價格下跌，廖生嘅收入又會係點？OK， 因為廖生係種黃豆噶嘛。黃豆價格上升就會增加廖先生嘅收入啦。如果黃豆價格下跌，自然就會影響廖生嘅收入啦。OK， 廖生嘅收入就會變少啦。咁好啦，如果黃豆農夫廖生認為黃豆價格會下跌，將會減少佢嘅收入。廖生呢，因為咁樣呢，就賣出咗黃豆期貨對沖。咁廖生就認為黃豆嘅價格跌。咁但係如果黃豆嘅價格升，廖生嘅收入將會點呢？咁第二啦，就係如果黃豆嘅價格下跌，廖生嘅收入又會點呢？其實聰明嘅同學大家已經知道啦，因為廖生已經提早賣出咗黃豆期貨，期貨到期嘅時候，廖生只要交出一批黃豆，而價錢呢喺佢賣期貨嘅時候已經定好咗啦，所以黃豆價格嘅升跌對廖生嘅收入有冇影響啊？冇咩影響啦。OK， 咁所以大家亦都要再次記住啦，對沖就係驚乜就買乜。驚乜就買乜。OK， 如果黃豆價格你驚佢跌，咁咪點啊？你就賣黃豆期貨咯。OK， 咁跟住落嚟，我俾個投機嘅例子你啦。莊生咧就好熱愛投機嘅，認為澳元咧係而家嘅低位，係近呢幾年嘅低位，於是咧佢就買入咗澳元嘅期貨，希望喺價格較高嘅時候出售，喺價格變動入邊獲利。咁買入咗澳元期貨之後，如果澳元價格上升，莊生將會點啊？獲利咯。如果澳元嘅價格下跌，莊生會點啊？虧損咯。咁點解莊生會獲利啊？因為莊生而家用一個低啲嘅價錢買咗嘛，到期時佢會收到澳元噶啦嘛。佢收到澳元之後，咪可以賣翻出去咯。調翻轉，如果莊生買入咗澳元之後，澳元係下跌嘅，咁佢就用一個貴啲原先定好咗嘅價錢，到時如果佢賣出去，佢就會蝕錢噶啦。OK， 咁期貨仲有啲咩對沖風險嘅例子呢？可以俾多個例子大家。如果維生奶喺3個月之後要借入100萬港元，咁維生奶嘅董事呢，何生呢就驚利率上升，於是佢就賣咗張利率嘅期貨。利率嘅期貨呢，就基本上呢係對沖緊利率上升或者下跌嘅風險嘅。如果你賣出一張利率期貨，其實即係代表你認為個利息會升。OK， 其實即係認為你利率會升。咁如果利率真係升嘅話呢，
你嘅期貨咧就會賺到錢啦。但係利率升，你借錢嘅時候係咪都要俾多啲利率啊？咁所以就抵消咗個利息嘅升幅咯。咁如果利息跌嘅話，你嘅期貨嘅交易就會損失噶咯。但係點啊？你嘅借貸嘅利息又會平咗嘛，所以咪可以對沖翻咯。OK， 嗱，跟住落嚟，我想同大家講下套戥嘅例子。嗱，所謂套戥呢，其實就喺兩個市場上面進行相反嘅操作，但係買賣緊同一件產品嘅。OK， 買賣緊同一件產品嘅。咁喺右手邊嘅例子呢，右手邊嘅例子呢，佢哋買賣緊嗰件產品呢，就係日經嘅期貨。嗱，點解你要喺兩個市場上面進行相反嘅操作，一個買入一個賣出呢？就係因為你想賺取無風險嘅盈利。咁點解一定要同時一個買一個揸呢？因為如果你係唔同時間，唔係同時間買同時間揸嘅話，因為時間變動咗之後，個指數可以升可以跌，嗰件資產可以升可以跌，於是你做到嘅風險呢，就係有風險嘅交易，唔係無風險嘅交易。因為個價格變動可能令到你損失嘅。譬如你呢一刻買咗日經指數15780點，你唔係即刻喺大阪嗰度賣翻，你喺新加坡買入咗之後，你唔係即刻喺大阪度賣翻，咁你咪賺唔到一個無風險利潤咯。因為你冇辦法確保下一分鐘大阪嘅日經唔會跌噶嘛，或者你冇辦法確保到下一分鐘新加坡個期貨唔會大跌噶嘛。咁如果你買入咗之後唔能夠即時賣出嘅話，你咪唔能夠確保自己有無風險嘅利潤咯。OK， 咁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講下咩叫衍生工具市場啦。嗱，喺香港咧，衍生工具市場咧分為兩種嘅，一種咧就商品衍生嘅市場，就以商品為基礎嘅。咁一般最常見嘅就係黃金期貨同埋期權，而另外一種咧就係金融衍生工具嘅市場。譬如話嗰啲期指即係恒生指數期貨股票期貨股票期權利率期貨利率期權貨幣期貨同埋貨幣期權嘅。OK， 咁你記住啦，一類就係商品類，一類就金融類。嗰啲咩貨幣、股票、利率、外匯嗰啲就屬於金融類，商品就即係話嗰啲黃金石油呢啲係商品類，即係實物類啦，你可以咁理解啦。OK。咁交易所同埋場外衍生工具又有乜嘢分別呢？嗱，記住喺交易所入面買賣嘅衍生工具種類係較少嘅，但係比較標準化嘅，即係話每一張買賣，每一個買賣嘅合約一定係定咗，可能係1000桶石油、100安士嘅黃金、100手嘅股票，每一張合約都係有標準嘅銀碼啦、標準嘅數額啦，同埋標準嘅行使價，同埋標準嘅到期日時間，可能係今個月月尾、下個月月尾、下個月月中、今個月中全部人都係買賣緊呢一張合約噶啦。咁但係場外衍生工具呢，由於喺場外，咁你自然就係買家同賣家自己商議自己可以定到底交易幾多個數額啦，幾時到期啦，全部都有得傾嘅。OK， 咁場外係比較有彈性嘅。OK， 而且種類可以夠多嘅因為咩你都可以定噶嘛，只要買家同賣家同意就可以到噶啦。OK， 咁由於交易所嘅買賣嘅衍生工具咧係比較標準化，大家都係買賣緊嗰樣嘢噶啦，咁所以比較容易買賣，個流通量會比較高嘅。咁場外嘅衍生工具呢，由於個流通量比較低，就較難買賣嘅，因為種類多嘛，唔會所有人都係買賣呢樣嘢噶嘛，咁所以咪比較分散咯。咁分散咗之後，咪比較少買家少賣家，咪冇咁流通咯。因為種類多，自然就難買賣啲啦，唔會大家集中喺一兩件貨品上面交易啦。OK， 咁交易所買賣嘅衍生產品呢，就係一個正式嘅交易所買賣。咁喺以前呢，交易所就係一個實體嘅地方嚟嘅。今時今日呢，所謂嘅交易所呢，只不過係一部電腦嚟嘅啫。咁只不過所有人都駁住嗰部電腦交易，咁咪叫做喺正式嘅交易所買賣啦。OK。咁場外交易衍生工具自然就唔喺交易所入面啦，咁所以啲人會點樣去商議通常就透過電話同埋電腦啦，即係可能喺電腦度揾一個人去傾下偈先，傾完先定個合約啦。OK， 咁喺交易所買賣衍生工具呢，
你交易完之後呢，就會用結算所嚟去做雙方嘅交易對手嘅。呢一個制度就叫做約務更替。咁如果我就買咗1000桶石油，你就賣咗1000桶石油啦。如果喺交易所上面，我未必識你嘅，因為大家都係駁住部電腦啫嘛。咁所以我買完之後，你賣完之後，大家就會去到呢個結算所做登記。咁做咗呢個登記之後呢，以後我要買呢1000桶石油呢，我就只需要交錢俾結算所，而你到時到後要交呢1000桶石油嘅時候呢，你都係交俾個結算所就得啦，你唔需要識我嘅，我亦都唔需要見到你嘅。咁大家都以交易所呢作為一個中間人啦，OK，嗰個結算所作為一個中間人啦。如果到時到後我就攞咗錢去結算所啦，但係你交唔到個石油去結算所，咁點算呢？咁唔緊要嘅，我俾咗錢，結算所一定會俾1000桶石油我。如果你交唔到石油俾結算所呢，結算所就會追你。但係無論追唔追到你都好，我都會收到嗰1000桶石油嘅。呢一個制度就叫做約務更替，即係話個結算所承擔咗有人走佬嘅風險啦。OK。咁如果場外交易嘅衍生工具冇經過結算所嘅，自然就冇約務更替啦。如果我哋唔係經過交易所，我買1000桶石油，你買1000桶石油，最後尾我交咗錢俾你，你走咗佬嘅，自然我就要自己追你啦。我承擔嘅風險就多咗啦。OK。咁頭先講呢個對手走佬嘅風險呢，就叫做交易對手風險啦。OK。咁所以喺交易所買賣衍生工具呢，個交易所對交易對手風險呢，就接近係好細或者接近冇嘅。OK。咁但係如果場外嘅話呢，我就要衡量過你到底能唔能夠完成呢個合約，能唔能夠履行呢個合約，我先同你做呢個交易啦。OK。咁所以個交易對手風險就比較高嘅場外。OK。咁有邊啲係叫做正式交易所呢？譬如芝加哥嘅商品交易所啦，香港嘅期貨交易所啦，咁都算係一個正式嘅交易所買賣嚟嘅。咁通常呢啲交易所買賣會有乜嘢啊？頭先講過啦，商品期貨啦，即係嗰啲農產品啊、石油啊、實物啊、黃金啊、貴金屬啊，呢啲都係實物嘅交易啦。亦都有啲金融類嘅交易，譬如貨幣啊、利率啊、匯率啊，呢啲都會有嘅。OK。咁所以而家全世界最大嘅期貨交易所呢，就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英文呢就叫做 CME。OK。咁記住啦，以前嘅期貨交易所買賣呢，就唔係用電腦嘅，就係一班人企喺度嘅，大家喺度嗌價嘅。咁而家仲有冇人手買賣嘅期貨市場啊？接近冇噶啦，而家基本上全電子化噶啦。OK。嗱，咁交易所有啲咩衍生工具買賣呢？頭先講過啦，金融類嘅咪有啲指數期貨同埋期權咯。譬如乜嘢啊？恒生指數嘅期貨合約啊，標普500指數嘅期貨合約啊，日經指數嘅期貨合約呢啲都有期權嘅或者一啲認股嘅權證啦，一啲股票期貨同埋期權啦，一啲利率期貨同埋期權啦。OK。咁你基本上記住呢啲就得噶啦。OK。嗱，咁期貨又係乜嘢呢？嗱，期貨我哋講咁耐，其實你都未知道期貨係乜嘢，係咪？唔緊要，我哋再講多次。嗱，期貨呢，其實就係定咗喺一個未來嘅日子，以一個我哋而家定咗嘅價格去交付資產嘅意思，即係話我而家呢就同你定，我哋下一個月呢就會用1000蚊就買你1000桶石油，咁所以每桶石油就1蚊啦。OK。咁下一個月只要到期時我攞出1000蚊呢，你就要交1000桶石油俾我啦。咁正常嘅交易係當面已經當面去傾價錢噶嘛，期貨只不過係提早傾咗個價錢嘅合約啫。咁所以我哋只不過係將個交易嘅細節呢而家傾好咗啦，將來先交收，將來先交付，咁就叫做期貨合約啦。咁但係期貨呢，就一定要喺期貨交易所入面買賣呢，先係算係期貨嚟嘅。OK。而且一定要係標準化嘅。如果我哋喺場外傾呢啲咁樣嘅呢，就叫做遠期合約。只有喺期貨交易所入面傾嘅，關於未來嘅交易係標準化嘅，我哋先至叫做期貨合約。咁通常呢啲期貨合約呢，就已經係包咗一個標準化嘅資產數額㗎啦。譬如話係1000桶石油、100安士黃金，或者係5000安士嘅白銀，或者係1萬噸嘅銅全部都係
有標準化嘅特色嘅。OK，咁如果我哋喺期貨交易所入面交易呢，如果我唔識你，你唔識我，大家都喺期貨交易所嘅，咁於是我又唔知你信唔信得過，你又唔知信唔信得過，冇辦法進行交易喎。咁於是點樣去令到大家都有信心呢？原來呢，期貨結算所呢係要求所有參與買賣嘅人呢都擺低一筆叫做保證金或者 margin， 就擺咗喺呢個期貨嘅結算所度。咁點解要擺呢一筆期貨結算所呢？我話就話會要買你1000桶石油啫。咁期貨結算所點知道我會唔會買㗎？佢唔知㗎喎。咁佢係咁啦，你擺低500蚊喺度，我就當你下個月會嚟完成呢個交易啦。因為如果一啲訂都唔落，咁你賭白頭片冇人信你噶嘛，係咪？於是期貨結算所就會要求我哋喺買賣之前已經擺低一筆訂金喺度噶啦。OK，咁調翻轉啦，對方賣1000桶石油俾我，期貨結算所都未必信得過佢可以擺低，可以拎到1000桶石油嚟嘅喎。咁於是點啊？又係叫佢擺低一筆錢啦。咁大家都要擺低一筆按金，確保大家係有誠意、有能力咁去進行交易嘅。OK，咁而呢筆按金呢會每日都計算噶啦。OK，咁到時我想問啦，喺買賣期貨合約如果我想提早唔完成呢個合約啦，我有冇方法呢？譬如我買咗石油之後我後悔咁我可以點呢？我唔緊要，你後悔唔緊要嘅。只要你揾到下一個傻仔肯買呢啲石油就得啦。譬如話我1000蚊買咗呢啲石油翻嚟，咁但係我而家後悔啦，我唔想買，我覺得買貴咗。咁只要你揾到一個人肯承接你呢個責任，譬如佢都肯用1000蚊買翻呢一種石油嘅，咁你咪可以完成呢個責任咯。咁你咪冇問題咯。咁但係如果你1000蚊買咗呢啲石油之後，你揾唔到人肯出1000蚊買，你只有揾到個人肯950蚊買，又得唔得呢？冇問題嘅，佢肯950蚊買，咁邊個950蚊賣俾佢啊？咪你咯。咁你1000蚊買翻嚟，950蚊賣咗出去，咁佢就950蚊買咗翻嚟，去完成你個責任，咁你咪蝕咗50蚊啫嘛，冇問題噶。OK，咁所以呢，所有期貨買賣呢，只要未到期，你都可以買賣，你都可以將你嘅責任消除嘅。你之前買咗，而家咪賣翻咯。你之前賣咗，而家咪買翻咯。咁所以你唔一定要完成呢個合約嘅，只要你揾到一個人嚟完成呢份合約就得噶啦。你唔完成得，你揾第二個人嚟咯。OK，咁期貨合約可以係實物交收，亦都可以係現金結算嘅。咩叫實物交收呢？就好似頭先買1000桶石油咁啦。我攞咗錢出嚟，我就預計收到1000桶石油，到時交收嗰日我就攞呢一筆錢出嚟去結算所，佢又攞1000桶石油嚟，咁大家咪實物交收咯，冇問題嘅。咁但係亦都可以叫做現金結算喎。乜嘢叫現金結算呢？咁就係話大家除咗實物交收以外，我哋唔用實物交收啦。咁點呢？我哋可能係參考新聞報嗰個油價，如果高過1000蚊就你賠俾我，低過1000蚊就我賠俾你。咁咪叫做大家做咗個現金結算咯。咁咪可以唔使交易、唔使交收咁麻煩咯，唔使實物交收咁麻煩咯。OK，咁期貨同其他衍生工具一樣啦，都可以用嚟做風險管理對沖價格不利嘅變動，或者用嚟做投機啦。OK，咁遠期合約又係乜嘢呢？好簡單嘅啫，遠期合約其實就係場外嘅期貨，咁都係定緊一個未來嘅日子嘅交易而家定緊一個未來日子嘅交易，而家定埋啲條款細則啦。不過由於遠期合約係場外交易，所以佢唔係標準化，比較有彈性。OK， 同埋唔可以轉讓嘅。咩意思呢？你唔可以揾第二個人嚟接咗呢張合約嘅，除非對方願意接受呢一件事。如果唔係，你唔可以揾第二個人嚟接嘅。OK， 係啦。咁另外呢，有可能因為你又信唔過對方，對方又信唔過你，所以有可能呢，大家都會收對方一啲保證金收對方一啲保證金，確保大家係有誠意去完成呢單交易嘅。OK，咁喺我哋知道點樣計遠期匯率同埋換匯點之前呢，我哋首先要知道即期匯率點計嘅。咩叫即期匯率呢？就係今日你可以用一種貨幣換成另外一種貨幣，今日換今日嘅，我哋就叫做即期匯率。
咁我可以話一話俾你聽，用個例子講俾你聽啦。咁有一個人呢，就叫高先生，高先生呢，就熱愛賽馬嘅。咁因為沉迷賽馬賭博啦，最近就多番投注就失利，要喺1個月裏面呢償還外圍集團嘅債項。咁呢個外圍集團嘅債項呢，就需要8000萬日元。OK， 咁如果高先生今日想還錢啦，佢想用今日呢，就用美金就兌換日元。咁今日美金兌換日元嘅匯率呢，就係1蚊美金兌100日元。咁如果高先生諗住今日將嗰8000萬日元嘅債務還清呢，咁佢需要幾多美金呢？大家識唔識計啊？嗱，1蚊美金就可以兌100日元。咁8000萬日元需要幾多美金啊？冇錯啦，就將8000萬除以100就80萬。咁所以高先生呢，其實就需要今日裏面用80萬呢換晒做日元，咁佢今日呢就可以找清佢嘅債項噶啦。OK， 咁啊高生啊好醒目噶，作為賭仔，咁佢冇理由蝕底俾個外圍佬噶嘛，係咪？咁既然大家都知道儲啲錢喺銀行有息嘅，咁我又30日後先要還，我又唔使而家還，我早還又冇着數嘅，咁你會唔會早還啊？咁啊梗係唔會啦，係咪？咁高先生手頭上有現金啦，有美金啦，係嘛？咁佢想賺盡數期，佢可以點做呢？既然我1個月後要還日元俾人，還8000萬日元俾人啊嘛，咁不如咁啦，我今日換定一啲日元，儲喺日本儲喺日本，咁1個月後計埋利息有8000萬，咁咪夠還咪得咯？咁我1個月後還8000萬啫，我今日使唔使攞晒8000萬出嚟啊？唔使，因為日元有咩啊？有利息噶嘛。咁只要我存少過8000萬嘅日元喺日本，咁只要過一段時間，我就可以變成8000萬，就可以還噶咯，係嘛？咁如果根據呢個做法，我哋今日係咪要存啲日元入去先啊？咁我哋而家手上冇日元，要點啊？就要攞美金去換啦。咁到底高先生今日呢，要換幾多美金去做日元，而去做呢個1個月嘅日元嘅定期存款？咁佢1個月後先收到8000萬呢？咁我可以睇一睇下一個圖啦。OK， 嗱，由於我哋1個月之後要得到8000萬嘅日元啦，係咪？咁既然我哋1個月後要得到8000萬日元，我哋要入幾多日元落去呢？今日日元呢個利率呢，頭先我哋知道1個月呢，就1年就有1厘，咁即係1個月有冇1厘啊？冇1厘啦。就係1厘除以12啦，即係乘以30 over 360啦。你睇到第二個 part 啦。OK， 咁既然我哋本利和要有8000萬，咁所以我哋個存款金額呢，就需要79933389蚊。今日只要我哋存呢一筆數入去一個日本嘅銀行戶口，做個1個月嘅定期，我哋1個月後就有8000萬去還債啦。咁我哋今日如果用呢個方法，要用幾多美金先兌到79933389蚊日元呢？原來我哋只係需要799334蚊嘅美金。咁樣做呢，就比起我哋今日即刻用日元去還債，即刻用美金去換呢，就用咗少啲嘅錢咯，係嘛？高生賺咗個數期咯。頭先要80萬啊嘛，而家唔使，而家799334蚊喎，足足慳咗幾多錢啊？同學，666蚊係咪啊？冇錯啦。OK， 好啦，咁頭先我哋講過啦，我哋除頭先個例子呢，就係先將啲美金換咗做日元，然後做日元嘅定期啊嘛，係嘛？咁講好同學好聰明㗎，喂！日元嘅定期都得一厘啫喎，喂，美金有3.5厘喎，不如做美金啦，係嘛？醒啲啊！咁如果我哋將一筆錢換咗做日元，係咪冇咁着數啊？我哋梗係唔好換做日元啦，我哋點啊？先 keep 喺美金度，做完美金嘅定期，1個月後我哋收翻本利和啦，我哋先至換做日元。咁樣係咪有着數啊？有着數喎，係嘛？係咪肯定有着數啊？梗唔係啦！你知唔知1個月後換日元換到幾多啫？如果1個月後換唔翻咁多日元，唔係1對100嘅，咁我點還條債呢？
OK，咁但係我哋唔知遠期匯率係幾多嘅。我哋假定今日先儲日元，或者先儲美元得出嚟嘅結果係一樣嘅。咁我哋又睇下，如果根據呢個方法，我哋個遠期匯率係幾多啦？OK，嗱，由於一個月之後我哋同樣要得到8000萬嘅日元，咁我哋一個月後要有8000萬嘅日元，我哋就可以點做呢？就要用一個月之後嘅匯率，用一個月之後嘅匯率嘅美金去換翻啲日元啦。咁我哋唔知道一個月後嘅美金對日元嘅匯率係幾多噶嘛？我哋今日唔知噶嘛，係嘛？咁可以點做啊？冇辦法噶喎，我哋唯有試下用我哋頭先嘅數代入去做啦。咁如果我哋今日做美金嘅一個月定期，我哋有幾多利息啊？3.5厘，咁我哋咪收足3.5厘啊？唔係喎，要除翻12喎，因為我哋做一個月嘅定期啫嘛。咁即係話，如果我哋今日入一筆錢落去，做一個月3.5厘嘅定期之後將嗰筆美金嘅本利和換成日元，我哋要有8000萬啦。OK， 咁你可以睇到條式啦，就存款金額等於8000萬日元除翻個遠期匯率，再除翻我哋個本利和嗰個息率啦。OK， 咁透過我哋將我哋頭先嗰兩條數去畫翻個等號，相等咗呢，就即係話，如果我哋將需要先換日元，然後儲日元嘅美金，等於翻先儲美元之後換日元嘅美金嘅話呢，我哋得到條式呢，就8000萬除翻個換期匯率呢，再除翻個本利和嘅數呢，就係等於799334，記唔記得啊？咁所以呢，我哋個遠期匯率呢，經過一輪計算之後呢，就係99.79。咁我想問，我哋今日嘅匯率頭先係高過99.79定低過99.79啊？係100喎，以前係嘛？而家係100喎。咁即係話3個月後我哋要用多啲嘅美金換日元，定係少啲嘅美金換日元啊？我想同樣換翻8000萬，要多啲美金定少啲美金啊？原來3個月後要多啲美金喎。咁點解個利息會影響到個匯率呢？記住兩筆錢呢係唔可以唔相等嘅。點解啊？好似頭先咁講，如果個個都係叻仔嚟嘅，個個都將手頭上嘅美金繼續儲完之後一個月先換日元嘅，咁我想問啦，呢個市面上仲有冇日元供應啊？下一個月個個都唔要日元啦，咁啲日元咪得好少人有咯。咁如果一個月後個個都去買日元嘅話，咁你覺得日元係咪好少有啊？係咪好貴啊？一個月後，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個個今日都掉咗啲日元出去嘅，個個都唔要日元嘅，一個月後個日元就會好貴噶咯。因為點解啊？物以罕為貴啊嘛。OK， 所以一般嚟講呢，如果呢一刻佢個利息越低嘅話呢，長遠嚟講呢，你個貨幣會係升值而唔係貶值嘅。呢一啲係一般財經報紙經常犯錯嘅地方，聽清楚，係財經報紙經常犯錯。記住，如果呢一刻你嘅利息係越低嘅説話呢，長遠嚟講你隻貨幣係會升值唔係貶值，清楚嗎？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教你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去計啦。頭先計到咁複雜係嘛？嗱，記住其實你好簡單嘅啫。我哋頭先求3個月美金同日元嘅遠期匯率啊嘛，咁其實我哋只需要用3個數嘅啫，好簡單。你將現時嘅即期匯率乘翻被對嗰個，被對嗰個係咩啊？係日元啊嘛。咁你乘翻佢嗰個息率，咁咪得2厘息，咁你咪乘翻3個月咯。再除翻嗰個基本個匯率，咁你就知道1加4%啦，美金係。咁你咪知道原來3個月之後就只係對到129.3毫6啫。咁我想問下你啦，到底係美金值錢咗啊，定係日元值錢咗啊？而家就1蚊美金可以對130日元，3個月之後呢，就1蚊美金只係對到129.3毫6日元，就對少咗日元啦。所以日元就升值咗啦。3個月後
喺呢個情況下，記住利息越低，貨幣會升。嗱，跟住我哋會講遠期息差同埋個換匯點啊。遠期息差同埋個換匯點啊。其實遠期息差同換匯點就好簡單嘅啫，就係遠期匯率減翻個即期匯率。好似頭先嘅例子，個遠期匯率係幾多啊？美金對日元99.79，咁啊即期匯率係幾多啊？100。咁你將99.79減100，得到個數係-0.21。咁個換匯點或者個遠期息差呢，就係21點，因為最後嗰兩個小數點位呢，就係21，咁你就知道就得啦。OK。咁記住啦，唔同貨幣嘅利率差異同遠期匯率嘅關係，記唔記得我講過？利息低個方個貨幣係會升值定會貶值？利息越低越會升值啊！所以你睇下最底嗰行，如果貨幣 A 嘅利率係低過貨幣 B， 咁貨幣 A 對貨幣 B 會咩啊？上升咯。咁個遠期匯率會點啊？高過個即期匯率咯。咁個換匯點會係咩啊？正數咯。好似頭先嘅例子係其實係調翻轉嘅。如果貨幣 A 美金個利率係點啊？高過咩啊？高過貨幣 B 即係日元啊嘛。咁所以貨幣 A 對貨幣 B 會點啊？會下跌啊嘛。美金會冇咁值錢啊嘛。所以個遠期匯率會高過個即期定係低過即期啊？遠期匯率梗係低過即期啦。咁個換匯點會係正數定負數啊？咪負數咯。OK， 得唔得？嗱，呢度再講多次個換匯點嘅例子啦。如果美金對日元係1:125嘅，咁個換匯點係幾多啊？-92啊嘛，-92啊嘛，係嘛？咁所以邊個息率高啲啊？知唔知啊？估唔估到啊？而家就係1:125，而家就係1:125，之後就1:12408，咁即係日元升值定貶值啊？日元升值喎，咁即係美金高息定日本高息啊？梗係美金高息啦，得唔得？咁咩叫做掉期呢？掉期就係一次性咁做多次嘅遠期協議 ，OK， 即係做好多次嘅遠期協議，組合嘅遠期協議。咁點解要做一啲組合嘅遠期協議呢？就係譬如有一個人佢要借錢，但係佢借咗錢之後每個月都要還款嘅，咁佢想對沖晒每一次利率上升嘅風險。咁如果佢想一次過做多次嘅對沖嘅話呢，佢就要做掉期啦。因為遠期嘅利率協議呢，只可以對一次嘅啫，掉期就可以對好多次嘅。咁如果你借咗錢俾人，有好多次利息收，或者你收咗人哋筆貸款啦，你要還錢俾人嘅時候，你要還好多次。總之有好多個時間點嘅借款或者貸款嘅交易呢，如果你想對沖個風險呢，你就要用掉期啦。OK。咁掉期其實係屬於一種場外嘅交易啦，咁佢個靈活性較高嘅。其實協議嘅雙方呢，就係對賭緊利息嘅升跌，好多次嘅利息嘅升跌。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係借緊人錢嘅，於是我哋要還錢嘅。咁我哋驚乜嘢啊？我哋還錢嗰方，我哋梗係驚利息升啦，因為我哋驚借錢啊嘛。我哋而家借咗錢，我哋驚利息升，利息升咗，我哋要還多啲錢俾人啊嘛。咁我哋利息升，我哋驚利息升喎。咁於是我哋點啊？我哋就要賭利息升啦，整一個衍生工具，買一個衍生工具去賭利息升啦。咁於是我哋訂立掉期嘅時候呢，我哋就希望個利息真係升啦。咁到時掉期就可以夠冚翻個利息升咗嗰個損失啦。OK， 咁所以對方又係做緊咩呢？對方同我哋訂立呢個掉期，如果利息升咗，佢哋就要賠錢俾我哋啦；利息跌咗，佢就收到我哋錢啦。咁所以喺呢個地方嚟講呢，大家都係對賭緊個利率嘅升跌嘅啫。OK， 咁我再講多次幾時用呢個遠期利率協議啦。嗱，遠期利率協議呢，就係對沖一次性嘅借貸嘅利息支出。如果我哋只係做一筆交易，鎖定一個利息嘅話呢，咁我哋就可以定一個遠期利率協議啦。譬如我有一間公司，佢希望鎖定一筆3個月後開始嘅3個月期嘅利率貸款嘅利率，咁呢個貸款嘅利率呢，就期尾比息嘅，咁所以佢由於佢只需要對沖一次嘅利息支出，
咁佢所以只需要對沖一次就可以用遠期利率協議去對沖啦。OK，咁我哋幾時用呢個利率掉期呢？嗱，利率掉期就可以對沖多次嘅借貸利息嘅支出，有多個時間點嘅。由於我哋借咗一筆錢啦，嗱，右手邊有一個例子，就話有一間公司佢希望鎖定一筆3個月後開始嘅12個月嘅貸款利率，呢一筆貸款嘅利率咧每個月都要俾息嘅。咁如果用遠期利率協議咧，佢就要簽12次；如果用呢個利率掉期咧，佢只需要簽一次啫。咁以後第1至12個月每個月嘅利息嘅上升咧，佢都有人幫佢俾噶啦，就透過呢個利率嘅掉期。OK， 咁所以咧你就可以用一個利率掉期咧去取代做12次嘅遠期利率協議啦。OK， 嗱，咁下面咧我就俾個掉期嘅例子你啦。嗱，你下面個表度咧就見到2間公司，一間就叫做萬事可樂，一間就叫做維生奶。呢2間公司咧都係窮光蛋嚟嘅，都需要借錢。咁如果佢哋借定息嘅話咧，固定利率嘅話咧，萬事可樂就要俾7厘，維生奶就要俾9厘。OK， 如果俾浮動利率咧，萬事可樂咧就要俾 H 加 1.5 厘，維生奶咧就要俾 H 加1厘。OK， 咁你睇到咯，邊個借錢平啊？如果借固定，萬事可樂借錢平7厘啫。咁如果借浮動咧，就維生奶平就1厘1。咁於是咧，萬事可樂咧就想借浮息，維生奶咧就想借定息。咁如果萬事可樂用自己嘅方法借浮息係幾多錢啊？H 加 1.5 厘咯。維生奶用自己嘅方式借定息係幾多厘啊？9厘咯。咁於是咧，佢哋咧就雙方就簽咗一個利率掉期嘅協議，就交換咗大家嘅借貸嘅成本，咁睇下有冇辦法慳到利息啦。嗱，咁呢度有2間公司啦，2間公司都冇錢噶，2間公司都係窮鬼嚟噶嘛。大家記唔記得萬事可樂想借咩息啊？萬事可樂想借浮息，維生奶呢？維生奶就想借定息。嗱，咁我話俾大家聽，呢一個掉期好複雜噶，所以一定要留心聽我講每一句說話。OK， 嗱，首先萬事可樂冇錢嘅，於是佢點啊？向一間銀行或者第三方就用7厘借啲定息翻嚟。咁你話啦，喂，佢原本想借浮息噶，咁佢同間銀行借定息翻嚟做乜嘢啊？咪好戇居？你明明想借浮息，點解借定息啊？嗱，呢一步你睇落好戇居，下一步仲戇居。點樣做呢？維生奶咧就想借定息嘅本身，但係而家咧佢就同銀行用 H 加1厘咧就借咗個浮息翻嚟。係嘛？咁啊好奇怪，明明你想借定息，點解走去借浮息呢？原來佢哋要做一樣嘢，就叫做掉期。咁點樣掉法呢？嗱，原來呢，維生奶呢就會放數俾萬事可樂嘅。點樣放法啊？維生奶呢就會放浮動利率俾萬事可樂，而萬事可樂呢就放固定利率呢就俾維生奶。頭先記唔記得啊？維生奶係想借咩息啊？維生奶係想借定息嘛？佢定息本身俾緊幾多錢噶？本身俾緊9厘嘅。咁原來而家呢，佢只需要俾8.6厘萬事可樂，咁萬事可樂就會借錢俾佢啦。咁萬事可樂啲錢點嚟噶？記唔記得本身佢問邊個借咗？問銀行借咗錢噶啦嘛？佢7厘借翻嚟就可以點啊？8.6厘放俾維生奶，咁佢咪賺咗錢啦？咁調翻轉啦，維生奶都想借翻錢俾萬事可樂噶。點樣叫做借翻錢俾萬事可樂呢？維生奶本身冇錢噶嘛，冇錢點借俾人呢？原來維生奶咧本身就同銀行用 H 加1厘就借咗筆錢翻嚟，然後咧就用 H 1.5厘咧就放俾萬事可樂。用 H 加 1.5厘就放俾萬事可樂，所以咧佢喺呢一個交易入面 H 加1厘借到啲錢翻嚟，再用 H 加 1.5厘放翻啲錢出去，咁佢有冇着數啊？梗係有啦，
借錢翻嚟，借浮動利率放翻嚟，然後放浮動利率俾人，呢度已經賺咗0.5厘啦。頭先明明自己要用9厘借錢嘅，而家開個8.6厘，又慳咗0.4厘啦。咁你話有冇着數啊？梗係有着數啦。OK， 咁透過呢一組掉期之後呢，萬事可樂呢就透過借固定利率同埋放呢個固定利率，然後再問維生奶借浮動利率呢個過程呢，就組成咗一個浮息借貸，而維生奶呢就組成咗一個合成嘅定息借貸，咁變咗大家都有着數啦。咁我再做多次俾大家睇點樣大家都有着數啦。嗱，咁你睇下萬事可樂呢方面，喺掉期之前，萬事可樂係想做咩啊？想借咩啊？想借浮息喎，但係佢有冇借到浮息啊？冇。佢點啊？佢同維生奶就定咗個掉期協議咁之前佢係點做呢？就先向第三方就借咗一筆固定利率翻嚟7厘，咁然後放俾維生奶呢，就賺咗厘61厘6，因為點解啊？將8.6厘減翻7厘，咪賺咗厘6咯。咁然後本身佢想借浮動啊嘛，如果佢同銀行借就 H 加 1.5， 而家佢都係同維生奶借，都係用 H 加 1.5， 咁變咗呢邊慳唔到錢啦。但係記唔記得上面借固定利率翻嚟放俾維生奶呢度賺咗錢啊？賺咗厘6啊，所以同維生奶掉期咗之後，合成咗呢個浮息借貸，佢有冇着數啊？有着數到喎，慳咗錢啊，慳咗利息啊嘛。點解慳咗利息啊？因為除咗俾翻原本同銀行借嘅浮動利率之外，佢仲收到一筆額外嘅固定利率嘅息差啊嘛。OK， 咁調翻轉啦，如果維生奶方面佢點做呢？佢本身係想借咩啊？本身係想借定息嘅。OK， 本身係想借定息嘅。咁但係佢有冇借到定息翻嚟啊？冇喎。佢先用第三方先同銀行用 H 加1厘嘅方式借錢，再用 H 加 1.5厘嘅利率放出去，咁呢度賺咗0.5厘啦。咁另外佢本身借定息係要9厘噶嘛，而家8.6厘同萬事可樂借啦，咁佢咪慳咗0.4厘咯。所以同萬事可樂做咗掉期之後，佢就合成到一個定息嘅借貸啦。OK， 咁佢有冇着數到啊？有。喺放數嗰方面佢係收到0.5厘，喺借錢嗰方面佢又慳到0.4厘，咁梗係有着數啦。OK， 咁我想問下啦，大家掉期咗之後，如果利息上升同埋下跌，對雙方有乜嘢影響呢？如果掉咗期之後利息係上升嘅，萬事可樂係借緊乜嘢噶？借緊浮動利率噶嘛。咁所以如果利息上升，萬事可樂就要俾多啲利息維生奶啦。但係收翻嚟嘅利息呢就冇改變過，咁所以邊個着數咗啊？咪維生奶着數咗咯。如果掉咗期之後利率係下跌啦，咁萬事可樂俾維生奶嘅利息就少咗噶咯。但係佢收嘅固定利息又冇變，所以邊個着數咗啊？萬事可樂咯。所以其實喺一個掉期嘅交易入面萬事可樂想俾浮息，因為點解啊？佢覺得利率會跌。而維生奶點解想用定息呢？因為佢覺得利率會乜嘢啊？會升咯。OK， 咁我哋點解知道掉期係有利定冇利呢？其實我教大家一個好簡單嘅考試度可以用嘅方法首先你會將大家嘅固定利率同埋浮動利率就比較。喺頭先嗰個圖表入面維生奶借定息嘅成本係9厘，萬事可樂借定息嘅成本係7厘，咁我哋就將9厘減翻7厘，咁變到得翻2厘啦。咁然後借浮動利率呢，維生奶係 H 加1厘，萬事可樂呢就 H 加 1.5厘，咁於是呢，我哋就將 H 加1厘減 H 加 1.5厘，得出嚟個結果呢就係負0.5厘。咁然後呢，我哋就再將2厘減翻負0.5厘，得出嚟呢就2.5厘。咁於是呢，總共我哋透過掉期呢，最有可能最大大家都慳到利息嘅情況下呢，一共加埋我哋可以慳到2.5厘嘅，總共可以慳到2.5厘嘅
因為我哋頭先嗰個掉期，一個係賺咗厘6，一個係賺咗0.9厘啊嘛。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我哋總共透過掉期咧，最多可以有2.5厘嘅着數嘅。OK， 嗱咁跟住落嚟，我哋講下認購期權啦。嗱，認購期權係一份協議嚟嘅。咁認購期權呢一份協議咧，就俾買方，即係個期權持有人一個權利去按一個行使價去購買資產嘅。OK， 而買方係有權利唔行使呢個期權，即係唔買呢個資產嘅。咁即係話，如果嗰個資產升咗值，對個買方就有着數啦。個資產貶咗值，對個買方雖然冇着數，但係佢有權唔買嘅。咁點解有啲咁着數嘅事呢？升就你贏，字咧你又唔使賠嘅。原來期權買方呢，就係俾咗一筆叫做期權金，咁去買呢一個彈性翻嚟嘅。OK， 咁如果你有一個期權可以用50蚊買石油嘅，而家個石油嘅市價係60蚊，你會唔會行使呢個期權啊？梗係會啦，因為點解啊？個期權嗰個行使價係低過市價啊嘛，個市價係高過個行使價啊嘛，所以你咪會行使咯。咁如果石油而家嘅價錢係40蚊，你會唔會行使啊？唔會啦，因為點解啊？市價仲低過個期權嘅行使價，咁我使乜用個期權啫？我喺條街度40蚊買到都得啦，我唔需要攞50蚊出嚟買啦。OK， 咁你再睇睇呢個表呢，你就可以知道喺認購期權入面雙方嘅責任啦。嗱，認購期權嘅買方呢，就有權利按指定嘅價格買資產，就唔係一個責任嚟嘅，佢有權用，亦都有權唔用。OK， 有權用，亦都有權唔用。OK， 而期權嘅賣方呢，就有責任喺買方行使呢個期權嘅時候，按一個特定嘅價錢呢，就賣呢一件資產俾呢個期權嘅買方嘅。OK， 咁啊俾個例子大家啦。嗱，張小姐咧就賣出咗認購期權張小姐賣出咗認購期權，咁想問張小姐嘅對手係乜嘢呢？嗱，張小姐係賣出佢賣出嘅衍生工具係認購期權，所以張小姐嘅對手係買入緊個工具係乜嘢啊？就係認購期權，所以佢個交易對手係咩啊？買入認購期權咯。咁張小姐有乜嘢權利同埋責任啊？張小姐咧原來就有責任喺買方行使個期權嘅時候咧，就賣呢一件資產咧俾對方嘅。OK。咁張小姐嘅交易對手又有乜嘢責任或者權利呢？張小姐嘅對手由於係咩啊？認購期權嘅買家，所以佢係有權利按指定嘅價格買入資產嘅，就唔係責任嚟嘅，佢有權唔做嘅。OK。咁乜嘢係認沽期權呢？認沽期權呢，就係一個合協議，俾一個買方，即係個期權持有人，用一個特定嘅價錢去出售嘅資產嘅。OK， 咁嗰個期權嘅持有人可唔可以唔行使呢個認沽期權啊？可以喎，可以唔行使呢個認沽期權嘅。點解啊？因為佢俾咗一筆期權金去買呢個彈性翻嚟啊嘛。如果個資產嘅價錢跌，佢就可以用一個高啲嘅價錢，即係個行使價去賣資產。咁如果資產嘅價格升高過行使價嘅，你仲會唔會用一個行使價去賣資產啊？你就唔會啦。OK， 咁我而家俾一個例子你啦。假設你有個期權係可以用50蚊去出售石油嘅，而家石油嘅價錢係60蚊，個市價係60蚊，你會唔會行使啊？梗係唔會啦。因為個市價係高過個行使價啊嘛。咁如果石油而家嘅價錢係40蚊呢，你會唔會行使啊？咁啊梗係會啦。因為點解啊？個市價係低過個行使價咯。OK， 嗱，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講下認沽期權雙方嘅權利同埋責任。嗱，認沽期權嘅買方呢，就有權利按指定嘅價格出售資產，就唔係一個責任嚟嘅。OK， 佢有權唔做嘅。但係認沽期權嘅賣方咧，就有責任喺買方行使呢個期權嘅時候咧，按指定嘅價格咧
係買入資產嘅。OK， 咁啊，劉生就買入咗認沽期權啦。咁想問下劉生嘅交易對手係嗱，劉生就買入嘅衍生工具呢，就係認沽期權，所以對手係乜嘢啊？對手係賣出咯，賣出緊乜嘢衍生工具啊？都係認沽期權咯，所以個交易對手係乜嘢啊？賣出認沽期權咯。咁劉生又有乜嘢權利同埋責任啊？劉生就有權利按指定嘅價錢出售資產，就唔係責任嚟嘅，佢有權唔做嘅。OK， 咁劉生嘅交易對手又有乜嘢權利同埋責任啊？劉生嘅對手呢，就有責任喺劉生行使呢個期權嘅時候呢，就買入啊劉生嘅資產。咁劉生嘅交易對手有冇得揀啊？冇得揀啦。OK， 一定要聽劉生話啦。OK。咁期貨同期權呢兩個產品有乜嘢分別呢？嗱，記住期貨呢就係必買必賣嘅，即係買賣雙方呢都冇選擇權，定咗個合約之後呢，一定要根據個合約呢就去買賣同埋交收嘅。OK， 但係如果喺一個期權嘅合約入面，期權嘅買家即係期權持有人係有權選擇係唔係行使嘅，佢有權選擇唔行使嘅。即係話期權個買家係有彈性唔完成個合約嘅，但係期權個賣家呢，就一定要按期權個買家嘅意願行事。咁期權嘅買家為咗補償期權賣家嘅風險呢，就俾咗一嚿錢，嗰嚿錢呢就叫做期權金，去買呢個彈性翻嚟嘅。OK， 咁期權仲有咩分類啊？期權可以喺場內買又得，場外買又得。咁有啲特殊嘅衍生工具就叫做掉期期權，咁就係掉期同埋期權嘅混合體啦。咁你知道就得啦。咁香港嘅衍生工具市場呢，咁啊有場內亦都有場外啦。場內嘅就喺期交所度做，就由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去管理啦。咁期交所呢，就係香港港交所全資擁有嘅子公司啦。OK， 咁場外交易市場就自然係場外啦，咁大家自己傾噶啦。咁包括有啲乜嘢嘅場外嘅衍生工具係自己清啊？利率掉期啦，外匯遠期合約啦，利率協議啦，遠期利率協議啦，外匯掉期、貨幣掉期呢啲都係啦。OK， 咁期交所買賣啲咩衍生工具啊？有股票衍生工具啦，指數衍生工具啦，利率衍生工具啦，同埋商品衍生工具。OK。咁香港嘅股票同埋指數嘅衍生工具包括有啲乜嘢呢？指數嘅衍生工具包括有恒生指數期貨同埋期權啦，小型嘅恒生指數期貨同埋期權啦，恒生國企指數嘅期貨同埋期權啦，小型恒生國企指數期貨嘅期貨啦，股息期貨啦，恒生指數波幅指數嘅期貨啦，股票嘅衍生工具就有股票期貨同埋股票期權嘅。OK， 咁跟住落嚟講下香港嘅利率衍生工具啦。香港喺期交所買賣嘅利率衍生工具就包括有1個月嘅利率嘅期貨合約啦，3個月嘅港元利率期貨合約啦，都係賭緊利息嘅升跌嘅。咁呢啲用乜嘢嚟做指標呢？就用1個月嘅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同埋3個月嘅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嚟做指標嘅。OK， 咁都係賭緊利息嘅升跌啦。OK， 咁香港仲有商品衍生工具嘅，咁包括係咩呢？喺期交所入面買賣嘅就有倫敦鋁星銅呢啲咁嘅小型合約啦，都係以倫敦金飾交易所嘅價錢為基準嘅，咁就係用人民幣去做計價嘅，人民幣去做計價嘅，就係幫助中國嘅現貨商咧就管理風險咁都可以做投機啦、對沖啦，同埋希望咧就建立亞洲嘅金屬人民幣定價機制，但係好可惜都係冇乜人買賣嘅。OK， 咁喺香港嘅場外交易嘅衍生工具包括咗啲乜嘢呢？包括咗貨幣掉期啦、遠期合約啦、利率掉期啦、遠期利率協議啦。咁喺香港入面最重要嘅咧都係掉期同埋遠期合約。咁點解啊？因為有呢個聯繫匯率嘅制度。咁認可機構咧
一定要成日買賣港元同美元嘅，所以要成日都訂立呢啲合約。OK。嗱，咁香港仲有啲咩特種衍生工具呢？嗱，結構性票據其實即係 accumulator 同埋 decumulator。accumulator 咧就係賣出認沽期權同埋買入認購期權嘅組合。decumulator 咧就係賣出認購期權同埋買入認沽期權嘅組合。咁點解要改個名叫 accumulator 同埋 decumulator 呢？好簡單啫，改咗個名，然後將啲期權組合咗賣俾你，你咪唔知應該用幾錢買咯，唔知價錢貴定平啊？銀行同埋投資銀行同埋證券行咪容易啲賺到你錢咯。OK，咁高息票據又係啲乜嘢呢？高息票據其實都係重新再包裝過嘅期權，其實佢只不過係用一張債券嘅形式賣一個咩俾你啊？賣一個認沽期權俾你，咁如果股價跌咗落去，你咪要接貨咯。咁其實咪同賣出認沽期權係一樣咯。OK，咁銀行同業拆息掛鈎嘅存款簡單啦，就係同銀行同業拆息掛鈎嘅存款啦。銀行同業拆息升佢就升，銀行同業拆息跌佢就跌。OK，咁香港嘅衍生工具市場有咩發展啊？香港嘅衍生工具市場咧就由期交所同埋證監會去監管同埋監控嘅。咁過去幾年咧，參與者嘅數字咧持續上升，有電子化嘅趨勢。咁好啦，再講多次香港嘅期貨或者我哋叫做衍生工具嘅交易系統啦。嗱，咁如果你喺期交所入面買賣嘅產品咧，全部都係經過一個叫做電子交易系統 HKATS 去進行嘅。咁所有喺 HKATS 進行交易嘅產品咧，都會喺下面呢個 DCASS 衍生產品結算同埋交收系統入面去做結算嘅。OK， 咁啊期貨期權都喺呢度做結算噶啦。OK， 咁我哋再講多次咩叫債務變更或者約務更替啦。嗱，喺交易所完成咗買賣之後咧，所有嘅參與者咧都要做交收噶。咁既然所有嘅參與者都要做交收，咁所有買賣完成咗之後呢，就要喺期貨結算所做個登記，咁確保嗰個交易呢係會喺未來進行嘅。OK， 咁由於買方同賣方喺一個電子交易嘅環境都唔識對方嘅，咁所以喺呢個咁樣嘅環境之下呢，佢哋買賣完之後就要去期貨結算所度登記邊個係買方，邊個係賣方。咁買方同賣方係唔需要認識嘅，但係期貨結算所就會知道邊個係買方，邊個係賣方。咁如果個合約到期嘅時候，是但一方唔能夠完成合約咁點算啊？如果我買咗商品，最後尾對方唔能夠完成合約走咗佬，咁點算啊？原來唔緊要，期貨結算所都會賠俾我嘅。至於期貨結算所之後追唔追到個賣家唔緊要嘅，佢都會賠俾個買家嘅。呢一種由期貨結算所承擔咗雙方嘅風險，成為咗雙方嘅交易對手或者叫交收對手嘅安排呢，咁就叫做約務更替。約務更替。OK， 之後就算佢追到賣方與追唔到賣方都好，期貨結算所因為呢份合約已經登記咗，都必然要賠償俾我。OK， 咁約務更替有乜嘢好處呢？既然所有損失都係由期貨結算所去承擔，如果對手唔交收，所有嘅損失都係由期貨結算所去承擔，所以大家投資者買賣雙方對呢個市場嘅信心都會多咗，因為點解啊？少咗交易對手風險啊嘛，咁咪大家更加放心去買賣咯。OK， 嗱，咁期交所買賣同埋交收嘅程序係點呢？所有人喺買賣之前一定要準備一個開倉保證金，將呢筆開倉保證金交俾個經紀，你先至可以買賣嘅。咁買賣嘅時候，你一定要有一個定咗個價錢啦，咁然後將個價錢話俾個經紀聽，等個經紀去幫你去買賣呢一份合約嘅。買賣完成咗之後，個經紀就要去期貨結算公司度做個結算嘅程序，去登記呢一份買賣合約。登記咗呢份買賣合約之後，個期貨結算公司就成為咗你嘅交易對手。呢一個過程就叫做約務更替。咁如果去到交收嘅時候，對方
係做唔到呢個合約嘅，冇辦法履行合約，失責嘅，唔緊要，所有對方失責嘅損失都會由期貨結算公司去承擔，期貨結算公司會去履行你呢一份合約。OK， 咁然後最後尾結算嘅時候，你就可以用現金結算或者實物交收。咁唔同嘅工具就會有唔同嘅交收方法噶啦。OK。